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性地真歹、个性真暴躁、讨无钱，竟然是放火烧厝，差一点就造成着灭门的惨剧。这是发生伫南投市，一个有毒品前科的男子，过去就捌因为甲厝内底人起口角，放火甲家己的乌刀摆烧掉。昨下晡，春当手要甲老母讨钱讨无，甲老母口角，竟然走去加油站买汽油倒来破，刷落是放火烧厝。伊的老母甲小弟拼出门来逃命，但是已经烧甲真严重，拢是三级来烧烫伤。这个大火嘛共炭烧到厝边头，妨用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一位负责人对厝内冲出来，规身躯导火，听甲伫涂骹冰来冰去，强告厝边赶紧替拍火。所来穿青衫的查甫人为着救妈妈，身躯嘛导火，厝边赶紧摕水管甲伊身躯顶的火泡化。23号晚仔5点外，南投市区发生放火案，这间民家厝发生火烧厝，而且佫一直有爆炸声，附近的居民拢互惊着。因母啊，甲念伊就讲嫌伊10点3，吼，保护者我惊到要死啊！阮孙啊，要叫我。原来放火是住伫这间民家厝生了的查甫人，伫厝内摆地衫，平常时做散工，和亲人感情无好。昨下晡和妈妈起口角，直接放火要烧厝，妈妈和弟弟为着要逃命，拢互烧着伤。一透早，检测人员登去到火灾现场进行火场调查，规间厝拢互烧了了。有2栋是7楼，有大量堆积物品烧毁。那有一户，它那里面是比较严重，它的前厅也被烧损。这场放火案造成妈妈、弟弟，佮有生了的查甫人家己3个人受伤。妈妈有3级的烧烫伤，弟弟嘛伤到真皮组织。生了的嫌犯家己规身躯24排烧烫伤，3人拢要伫病院，佮影响到边仔3间民家厝。当场将廖姓犯嫌逮捕后，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。41岁生了的查甫人有毒品的前科，过去就捌因为和亲人起口角，就烧家己的汽车，伊的个性较高生气。这摆冤家就烧家己的厝，互亲人伫险境当中，警方伫事后嘛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移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